3號強風信號生效，至少維持到中午12點。幼稚園、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同智障兒童學校今日停課。颱風麥德姆集結喺香港西南大約34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22公里，橫過南海北部，移向雷州半島一帶。天文台話，麥德姆正係喺本港西南面300公里之外掠過，佢嘅外圍雨帶為珠江口帶嚟狂風驟雨同猛烈陣風。而家本港普遍吹強風，離岸同高地間中吹烈風。香港今日嘅天氣嚟講咧，會係吹強風程度嘅東風，初時離岸同埋高地咧會間中吹烈風，會係大致多雲，間中有狂風驟雨、雷暴同埋猛烈陣風。不過稍後咧驟雨會減少，轉吹一啲東南風，同埋風勢咧會逐漸減弱㗎。而我哋預計喺中秋節嘅時候咧，隨住麥德姆係遠離同埋消散啦，喺廣東沿岸天色咧會係好轉㗎。而喺澳門，氣象局改發8號東南風球，預料喺上晝維持。澳門氣象局預料麥德姆喺未來幾個鐘會同澳門保持大約300公里距離。而受到麥德姆相關嘅烈風圈以及外圍雲雨帶影響，澳門間中有大驟雨，並且伴隨強烈陣風。當局提醒，朝早正值天文大潮，部分低窪地區將會出現輕微風暴潮水浸。而受到風暴影響，來往香港同澳門嘅海陸交通受阻。其中噴射飛航宣布上環來往澳門外港同澳門氹仔嘅航線已經停航。金光飛航就話，鑑於澳門懸掛緊8號風球，暫停來往香港同澳門嘅航班服務，直至另行通知。而港珠澳大橋金巴亦都宣布，香港來往澳門以及香港來往珠海嘅服務亦都已經暫停。